各位網友大家好，新鮮滾熱辣，幾個鐘頭之前 Mark Carney 咧終於就 call 咗個 election， 決定係4月28號。對於呢一日咧應該唔意外嘅，因為喺星期六咧已經有傳媒爆咗料話 Mark Carney 咧決定係4月28號，就唔係5月5號。對於呢個日子咧其實都有少少特別嘅，因為咧根據加拿大聯邦嘅選舉法咧，一個 election 嘅 campaign 咧最少係37日。咁你話點樣計37日嘅咧？咁call 嗰日咧計第一日，然之後選舉嗰日咧又當一日，咁所以夾住中間咧就係5個禮拜，5、7、35，咁所以35加2咧就37啦。所以咧4月28號咧就係最短嘅日子咧可以選舉嘅。咁你話 Mark Carney 點解要用呢一個嘅策略呢？簡單嚟講就係怕夜長夢多啦。而家佢個勢好啊嘛，砰砰聲，好多民調咧都話貼近，甚至乎咧追過呢個 Conservative。咁佢為免有啲咩突發嘅意外，令到咧整個 momentum 改變咧，佢就越短就越好啦。咁呢個咧就係4月28號。首先咧我都想澄清一下咧，就係如果你一路都冇睇開 Beyond KOL 咧，可能你唔知道咧，我成立呢個台咧係冇一個政治嘅目的嘅，所以我唔會帶風向，無論咩嘅議題咧，我都希望俾唔同嘅聲音咧，讓大家可以睇到，然之後咧你做你自己嘅決定，你信邊邊，你幫邊邊咧，完全係留翻俾你去作最後一個嘅選擇。所以喺我呢啲嘅選舉特輯裏邊咧，我係唔會講我自己投邊個，因為咧我係完全冇一個嘅意願咧帶任何嘅政治風向嘅。咁希望大家即係明白啦。不過聽開 Beyond KOL 咧都應該知道噶啦。其實今次嘅大選由始至終都係單一議題，就算 Donald Trump 未出現之前都係單一議題。點解咁講啊？因為一路以嚟 Pierre Poilievre 即係 Conservative 用嘅策略就係話 anyone but Trudeau 呢個就係一路以嚟咧佢打嘅方法，所以係單一議題。但係 Donald Trump 出咗嚟之後咧，都係變咗個單一議題。不過就係點樣去對付美國嗰種嘅惡死能登啦，或者殺氣騰騰啦嗰種嘅策略。咁所以你睇下咧，無論 Pierre Poilievre 或者 Mark Carney， 佢宣佈咗個 campaign 嘅主軸咧，其實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邊個最適合帶領加拿大去面對美國呢個最新嘅威脅，又或者從廣義啲嚟講，喺一個咁嘅大環境裏邊，加拿大嘅地緣政治國際定位應該喺邊度呢？咁樣，咁所以你發覺呢，好奇怪嘅，即係我聽完呢兩個候選人，最主要嘅候選人啦，當然唔係淨係佢哋選啦，係咪？包括都有其他，譬如 NDP 等等。但係最主要大家都知道呢，其實係 Liberal 同埋 Conservative 之爭。咁所以聽完呢，佢嗰兩個記招你發覺呢，好拗頭㗎。因為佢哋兩個咧用嘅字咧，基本上邊咧係近乎一樣嘅。我俾幾個好簡單嘅例子。Pierre Poilievre 佢用最主要嘅 slogan 係咩啊？ Canada First。OK？Mark Carney 用乜嘢？ Canada Strong。咁我就問 Canada First 同 Canada Strong 嘅最大分別喺邊度咧？咁我首先已經有即係拗頭啦。除此之外咧，你聽下內容咧，就更加嚇死你嘅。譬如佢哋兩個都提到話，首先要起多啲屋，因為而家唔夠屋啊嘛。跟住就話而家咧生活指數太高啦 ，unaffordable， 咁所以咧減輕大家喺生活上邊嘅經濟壓力。咁當然兩個都話要 stand up for Canada 啦，唔可以咧做第51個州。咁跟住咧大家都話要咩？減稅。然之後咧喺成個經濟政策上邊就要 diversification， 唔可以咧依賴美國，更加咧就要講到咧點樣去打破省同省之間嗰種嘅壁壘，即係 interprovincial 嘅 barriers。咁我就問呢一啲嘢，其實兩個候選人都係話會做同一樣嘅嘢嘅。咁所以
個問題就唔係嗰個政策或者個目標上面，因為大家都其實差唔多，用嘅字呢係唔知係好似大家都抄大家咁樣。咁所以其實最後個議題呢就係究竟邊個做到啊？唔係佢會做啲乜嘢，大家都做嗰啲嘢啦。個問題就係 how。咁所以呢 Mark Carney 呢佢就話有3個好重要嘅字 ：action、united 同埋 positive。嗱，好明顯咧，如果你對即係兩者之間有少少認識咧，呢3個字咧係衝住 Pierre Poilievre 或者 conservative 嚟噶。喺佢嘅解釋裏邊咧都睇到呢一點，因為 Mark Carney 一路都 present 自己係一個好有能力，所以佢就話咧，成件事上邊唔可以只講唔做，佢咧就係最有能力噶啦。點解？因為經歷過金融風暴啦，經歷過 Brexit 啦。咁呢啲嘢佢係有晒 track record，唔係好似 Pierre Poilievre 咁，淨係一味抨擊。佢話佢冇嘢做過喎咁。再加上佢就話 Pierre Poilievre 咧，成個政策咧就係將加拿大分裂嘅，亦都咧用一啲咧好反面嘅攻擊，所以佢不斷喺 anyone but Trudeau 咧，其實仲一啲 negative 嘅方法。咁所以其實佢3個字 action、united、positive 都係衝住 Pierre Poilievre嚟到打嘅，而佢好簡單 message 就話我係最有能力，我最有經驗，而我係有行動係可以改變呢一切。呢一個咧就係 Mark Carney 嘅主軸。咁你話 Pierre Poilievre 又點樣去將佢自己分別出嚟呢？咁佢就話要改變，所以佢用嘅字好簡單，就係 for change。佢就話俾大家聽 Mark Carney 同 Trudeau 其實係同一路嘅人。因為 Mark Carney 一路都做呢一個 Trudeau 嘅 economic advisor 啊嘛，咁佢就話喂，既然佢做咗咁耐，而 Trudeau 又好聽佢講嘅，咁點解做唔到啊？即係話佢上場其實都同 Trudeau 冇分別嘅，所以如果真係要抗衡美國 ，stand up for Canada， 起多啲樓，諸如此類嘅嘢，唯一嘅途徑就係 for change， 因為以前你睇到係咁啊嘛，所以 Mark Carney 就算上咗場，佢話會改變，其實佢都唔會改變，因為過去睇嘅嘢一路會延續。咁所以呢，其實整個選舉嘅主軸單一議題，大家都話做同一樣嘢，到最後係講緊你信邊個。嗱，信邊個呢？呢樣嘢呢係好巧妙嘅。正如你信呢個人同唔信呢個人呢，就唔係單單咧從一個佢嘅能力各方面咁簡單。咁所以跟住落嚟呢，我諗嗰37日裏邊呢，就係令到大家選民究竟你信呢一個人會幫你做到呢一樣嘢，定還是信另外呢一個人呢？咁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跟住落嚟呢，我都會同大家繼續跟進成件事，當然都係令到大家明白多啲，了解多啲，讓大家去揀邊一個人，信邊一個人可以改變加拿大嘅命運呢？再見，拜拜。